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东时间8月7日开始，美国要扣台湾20%的关税，总统赖清德表示讲，这是暂时性的税率，会搁甲美国协商。如果风台可能会形成对台湾虽然无直接影响，也毋过西南气流会愈强，8日开始落雨的范围会搁扩大。下罢免做假历史案的前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今仔开庭的是认罪，以1000万交保，就爱带电子卡权。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公布57个国家的税率哦，其中咱台湾是要扣20%的关税，甲越南、斯里兰卡同款拢是20%，也毋过是比日本、韩国的15%较悬。对于美东时间的8月7日开始。咱总统赖清德、行政院佮国安会甲谈判办公室的团队今仔早起，嘛随召开记者会来说明。总统是强调讲，这只是暂时性的关税，台美双方会佮继续针对供应链的合作，甲232条款等议题做伙来协商，税率有机会会搁再调降。欢迎我们今天参与记者会的长官陆续抵达了记者会的现场。除了前副总统赖清德、萧美琴、行政院国安会也甲经贸谈判总代表杨定年，拢列席拜跪牌亲像会线，说明美国对点关税谈判的阶段性成果。秉持4个原则，就是台湾的国家利益、产业利益，还有国人的健康。以及粮食安全4个原则，我们在进行谈判。整个过程当中，彼此都能够互相了解对方的立场，也能够感受双方的诚意。我们会继续努力来争取我们最后更好的税率。但是在此之前，就是在还没有完成谈判之前，我们必须要尊重国际之间经贸谈判彼此的约定，虽然特别条例、特别预算还没有通过、还没有执行，那我们已经用以缓济急的方式，就目前受到冲击的产业，在进行多项的支持。针对现在新的暂时性的税率20%。我们要做一个重新的推估。行政团队表示，20%是暂时性的措施，不是最后的结果。所以台美双方会就供应链合作、加232条款相关议题，持续争取合理的税率。因为美国目前对于半导体或是 ICT 电子零组件的这个调查尚未公布，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进行一个原则性的磋商。待它公布之后，我相信谈判团队会就232的部分跟美国做进一步的谈判，那时候情况应该就会明朗。根据美中公布的文件，新税率一定伫台湾时间8月7日中昼11:01有效。不过台美也未完成总结会议，谈判团队表示会持续努力。记者采访报道。针对关税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表示讲，关税20%，佮加上最近汇率的损失12%，产业负担加嘛爱是32%。伊是批评讲，这届谈判是台湾重大的失败。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佮强调讲，台美的关税就爱经过立法院的同意，嘛爱政府赶紧发1万块的现金给民众。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是批评政府误想谈判。也毋过，民进党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伊是强调讲，政府会继续来争取如何的关税。台美关税谈判结果公布，美国宣布台湾对顶关税是20%，比南方主要的竞争出口国日本甲南韩较悬，引起国内关心。傅英龙表示是暂时性的关税，不过在野无认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称伊讲是严重的失败，关税20%，国家汇损的12%，对产业带来32%的重大成本负担。整个产业的负担其实还是32%，所以对企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那接下来还在谈判的这些重大投资跟重大的采购一定要符合我们长期性战略的需求。如果只是片面的去黑箱谈出一个结论，就要全体人民买单这是独裁政府的表现。台湾有多少产业？毛利率有超过30%的。
毋过，从批评赖政府双输办甲遮欢喜，无坚守国家利益，全面失败，像是台积电去美国，安尼特殊国家谈判的战略条件，乌箱作业甲国人暗砍，毋知影政府付出倒一寡代价，要求行政院杜英台爱提出完整冲击评估，国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要求政府应该普发现金，扩大来输。要12兆台币，这是中华民国在台湾76年来最大对外的投资，也没有一个政府曾经通过这么庞大的投资，所以这一定要经过立法院大家来审议，集思广益。现在就来奏言断定说，日韩就是比台湾好，我觉得这样子的解读在整个讯息的理解上是有落差。选手在场上，我们就一起当支持台湾的啦啦队。吴思瑶讲，台美谈判还未结束，台湾持续争取更较好的关系，呼吁在野爱做伙甲因加油。那边是讲，按照条约缔结法，台美关系缔约爱经过立法院同意，国会代表台湾民意，会当做政府后续谈判的靠山，呼吁赶紧召开国事会议，朝野共同面对严重的经济挑战。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嘛批评赖政府失职，呼吁讲要爱公布谈判的过程，嘛望讲会当停止8月23的大罢免投票。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伊早起有接到一寡企业的电话，望讲政府要爱提出具体办法。婚姻馆长张立生嘛呼吁政府爱公开谈判的过程，做好相关的应用。也毋过，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认为目前看起来无牺牲农业，台湾并无输。美国公布台湾适用的对顶关税税率是20%，比日本、韩国的15%较悬。外界烦恼会对台湾的国际竞争力造成冲击。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赖政府失职，除了呼吁公布谈判过程，也话停止8月23的大罢免。民进党政府还有赖清德总统却发动大罢免，却将心力全部放在内斗上，而没有团结一致对抗关税的冲击，这是政府的失能。所以在这边我要呼吁民进党政府以及赖清德总统停止823的大罢免。我们也必须要求政府公布相关谈判的过程。讲说是暂时性的税率，那这些暂时性的税率到底时间多久？范围多大？条件如何？能不能比15%还低？我希望赖政府要勇于面对，要跟企业一起站在一块。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讲，透早就接到真侪企业电话，对20%的关税真歹接受，话政府爱提出更加具体的方法，让企业安心。婚姻馆长张立先是呼吁政府公开谈判过程，才会当做好相关的应用。整个谈判的细节内容到底是对台湾有利还是不利，还是相关的内容是什么无论在农业、工业方面我们要如何应用，我们也知道要知道现在谈判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虽然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但目前来讲，对台湾来讲，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吃亏以及受伤。对台湾的国内的产业的保护来讲，也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进一步的这个农民权益的人上。以现阶段所揭露的讯息来讲，台湾并没有输。台南市长黄伟哲认为，台湾的关税比加拿大墨西哥也甲台湾传统产业的竞争对手，其他东南亚国家更加低。以现阶段公布的消息来看，台湾无输。记者采访报道。台湾出口到美国的产品，8月初7开始就要扣20%的关税，是比日本、韩国阁加5%，这嘛恐惊影响到咱出口的竞争力。上总的理事长柯书博嘛指出讲，这恐惊嘛会造成产业外移的状况哦。呼吁政府得爱继续来谈判，争取阁较低的关税。今仔台股一开盘就落超过300点，上济落370点哦。也毋过盘中可能有国安基金护盘，无过继续落尾是落108点收盘。美国对顶关税8月初1全数公布，台湾关税公布是20%，关税海中头一个受应用产业，包括直接出口到美国的工具机、机械、汽车零组件，利润少国加上高关税，多数是中小企业，恐惊会失去竞争力。只能说它是60分，但是要补考。
原来这个包括赖总统、包括行政院都讲，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关税。那希望在将来未来的谈判里面能够再调降。那也表示他对28%是不满意的，也不见得完全是景气寒冬啦。台湾人很厉害啦，他只要有一个规范，他自己会去找出路啦。只不过是不是全部都跟流台湾，这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了。工商业界真烦恼，比较出口产业顶台国家，日本、南韩税率45%，台湾税率加出5%，单手出口商品竞争力减少。另外，单向外海布局国家，包括中国税率30%，越南20%，泰国19%，拢关过15%，恐惊促使厂商思考海外新布局。台湾20%的税率到底是安怎定的？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无达成协议，佮甲美国存在真大的贸易逆差，恐惊税率拢袂伤低。不是我们想怎样就怎样，反而是整个的关税税率，还有未来的这种付出的代价啦、承诺等，是由美方在决定。如果说我们要追求15% 关税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对照日韩。关税状况也引起市场惊吓，测伊台股开盘23318点，波捌超过300点，也毋过盘中亲像国家队进场复盘，波势收缩，暂时无继续扩大。我们一向都还在护盘当中啊，没有什么加不加紧的问题，我们会密切关注嘛，看市场的反应状况，我们会妥善的处理。根据中研院7月份分析，那代表对美金汇率维持伫29块，对顶关税落伫15至20%，今年 GDP 成长大约2.93%，可能无保三，也毋过对顶关税一直到8月初7才正式实施，外界毋茫有转变的机会，减少冲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南的兰花哦，唔那因为风台升长，即马出口到美国该扣20%的关税，冲击是真大哦。另外，台湾雕出口的成本嘛增加真侪，业者是望讲政府会当协助来减轻冲击。业者伫园内看过兰花，兰花产业外销主要就是遮的材业，历经因打受到风灾考验，即阵大家拢咧整顿花行，无因美国关税消息一出来，互因有无美兼润滑感受。主要因为咱国内兰花真侪量拢销去美国，对本价零关税，即阵到20%的关税税率，造成兰花外销冲击真大，伊嘛按算销路会变较歹。基本上讲到后面，不管是哪一方是买方承担还是卖方承担，到后面也都是消费者。也是都会出问题，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政府可以帮我们说谈到更好的关税。第一呢，咱调整咱的附加价值的模式，就是讲咱以前是做材啊，咱即摆会当利用基地这模式来做回割，加出来的量要安怎伫其他市场，会当做一寡分配。但其他市场你唔是当杀量去尔，你爱是杀。其他市场要爱。另外，也有台湾雕嘛受到关税影响，业者讲这20%实在伤过悬。即阵台湾雕基本样式成本就已经紧绷，因讲根本就无够利头，佮加上加工厂嘛无法度吸收，因希望看政府敢通过去协调，看敢袂使超到变10%以下。因为加工厂毕竟都很多是做外销调动，那如果这个加工厂它对这样的一个税率，它转移到其他国家，那我们当然没有问题。可是他如果还继续一样留在美国线的话，那可能会造就我们养殖的这一个冲击力，就是单价的问题。不论是兰花也是台湾雕，产量上侪拢伫台南，而且这拢算是有性命，所以栽种、养殖、拍市场拢爱时间。另外，尤其是乌蝶兰是看水的，唔是无买袂使。这20人来拍拼，互台湾兰花比美国占6-7成的市场。安尼向向的关税变化，嘛考验业者的变桥能力。业者讲会阁调整整个产业经营模式。设更加明确的大方向，互减落来的量，通妥当分配，共同度这个挑战。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农业业务上真烦恼，讲关税影响到出口，咱国内的白乌虎有7成拢是外销美国，所以区议会就真烦恼，讲会受到影响哦。也毋过伊嘛讲，开发其他的外销市场嘛无遐尼简单。咱国的白乌虎多数拢制作成鱼排外销到美国，全国有7成的产量输往美国。以宜兰南方澳、台东新港甲屏东东港是主要生产地。即摆台美暂时性的关税20%，恐惊冲击白乌虎外销，渔民烦恼生活受到影响，希望政府协助。薪水嘛悬啦，鱼嘛贵啦，对无？当面嘛悬，刚刚那鱼啊那价安尼，渔民当然是无再来想做，成本自然贵啊，鱼价提降价啊，对渔民都影响了些。
所有区议会也表示，20%的税率确实有较悬，会造成不友好的绩效，真歹甲其他低关税的国家竞争，也是希望后手关税会当更降。若无开拓其他市场，真歹真正帮助到渔民，因为美国市场鱼价较悬，也较稳定。你开拓别的市场来讲，美国的那个价格是稳定的啊，他们的价格都是比别的地方还要高。鱼业输过去影响关税冲击都已经伫国议会召开说明会，初步规划要提供价2周转金，将提外销甲提升渔船设备、土地、乐观市场等方向协助渔民。那边其实针对于渔船的一些冷链的设备，以及一个相关的一些机具的部分，他们有研拟方案去做补助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金融机构的一些可能渔业需要的利息的部分补贴，他们也有做一些因应的措施。目前相关支持方案，农业部还未宣布。县政府表示，台美关税税率都要宣布了后，等农业部确定相关支持方案，都会宣布执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哦，最近中南部的雨是落袂停，气象署提醒讲，拜六开始哦，西南风又搁变强，所以落雨的范围会搁扩大。苗栗以南哦，可能会落阵雨，也是搁上大水雨。气象署嘛预告讲，雨会一直落到拜一，天气才会较稳定。受西南风的影响，这几天中南部地区雨是落袂停。气象署拜五继续针对嘉义、台南、高雄和屏东4个南部县市，还有台东县发布大水雨特报。气象署指出，拜五中部地区会落阵雨，湘北地区和山区有可能下大雨。今天虽然西南风稍微的减弱了，但是中南部还是断续下雨，尤其呢在午后的雷阵雨的部分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在北部地区以花山区这一带的话，中午过后都要多加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气象署提醒，拜六开始西南风会变强，落雨的范围会开始扩大，苗栗以南会落阵雨，也是下大水雨。气象署提醒，这个雨势预估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一。随着太平洋高压的势力逐渐的牺牲，那整个低压带再度的比较往西北这边移动，所以说台湾附近呢会逐渐的变成以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天气形态为主，比较偏向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不过5号这一天的话，大致上面在西半部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另外，气象署也表示，今年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伫拜五早起形成，未来24点钟内有机会增强做今年第10号风台北陆，按算会影响日本东南海区，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也毋过引发的西南气流增强，所以拜六中南部的雨势变大，当地乡亲爱特别注意。记者魏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在23高雄六股段汽车出落去山坎的意外，今仔日早起山区的雨较细咯，所以佮继续在找人。早上是有发现一个少女的遗体哦，今仔早起嘛佮挖出来另外一个人大部分的尸体，嘛佮扩大找找的范围。第23六股段81公里，这一口15个人赛车处理山坎的意外，今仔日是进入第2天的找找行动。透早天一光，搜救人员看到山区的雨较细，就马上展开找找，希望会当找到其他的失联民众。目前我们大概投入有74位进行搜救。那目前最新的进度就是第一个就是把那个脚掌把它带上来，那第二个就是还有发现有一个疑似髋关节的残骸。搜救人员分做3组，除了针对技术民众大体所在，因为已经找到车辆往去的地点，今仔日也会进行开过，找找失联的民众。另外，干部段也加派人员甲车辆，针对第23 79公里的崩塌坑坝站角，减少溪水冲挂，稳定路基，才谈好进行疏通。预计在这边投放300颗的一个消波块，那目前的一个进度大概已经200颗的一个消波块，那我们将这个经过昨天漏夜以及早上增援的一个机具的一个增援的部分，我们希望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把这个缺口把它抢通。公路局表示，等待79公里才抢通了后，车辆就当进入针对81公里的所在，放护栏甲拍更帮装，和通往桃园的车会当伫安全的情形下恢复单线通行，方便居民出入，也加快救灾效率。记者柯家自超用赖维做高雄场报道。南投的雨嘛落袂离哦，直接往来水里的主要道路在16线昨暗8点外崩山，交通中断。伫第3路有地龙甲师傅计共15个人，因为大水雨溪水中起掉伫山区哦，因为溪水搁正窜流，所以是先送物资，才去看状况，甲人救出来。另外，伫苗栗大湖乡的
61线7.2公里的所在，毛土石啊放落来。民众开车为南投直接往水里的方向行驶，发现路拢去互透明沟坎起。台16号线土石流都崩了。土石甲树蛙顶伫路的山边，还有透明沟流落来。31暗时，南投山区大雨一直落，直接往来水里的第16线，向山坪大规模崩塌。地势双向4线道全部无法度通过，警方封锁道路。干务单嘛赶紧出动大型机具1071通车。我们有替代道路就是台54线，从那边先有一些上班族，就从台54线那边进来学习上班。公路段的部分预定今天11点抢通。伫南投德山，原来传出有15个地龙甲捡地师傅，因为溪水涨悬，刷掉伫大湾山区。蔡楼的水一直冲落来，搁加查水坝的关节差形成水墙，根本无法度行过对岸。这15个掉伫内底的地龙甲捡地师傅，30透早6点就上山工作，本来一定当日落山补给，无想到山无法度出来。目前路袂畅通，无电啦，所以我也无买偌济物件入去。旧图54线30K 啊，26K。因就入去捡地就袂当出来就无法度啊。公所原人准备救援物资，不过考虑水也真错流，救援人员考虑安全，唔敢冒险过河，先用爬索仔船甲索仔来送物资，暂时解决断粮的问题。天后气候稳准，就会救援。另外，伫苗栗大湖苗61线7.2公里的所在，原来有石头放落来，好甲载无人员受伤。公所原来派大型工具机伫咧抢通。记者采访报道。中部今仔雨有较热咯，也毋过嘛，佮继续传出灾情。中华分园的山区有民众厝的顶仔骹甲道路是拢放弃。台中雾峰的红国里嘛宣布土石流甲大规模崩山的红色警戒，紧急撤离山寨民众，互因先住伫活动中心。公路像汉门前的路全部放落山骹，中华县分园乡东安村山区一户民家，因为连续落大雨，初一早起煞崩塌，连井埕嘛塌落去。祝福虽然人员平安，毋过困精神工园变款，因真惊，也烦恼讲大雨领来，恐惊厝会倒。这路是直接安尼过啊，即摆路拢无去啊，放到厝骹来啊，拢无路啊。无路啊，本来是路规个放落，遐规个。无法度，伊即摆路，你即摆雨棚砍安啦，雨棚搁落啦，落，行过厝就落去啊。昨暗时帮因厝边啊，遮大家看，刚刚听讲有落石的声音，到底倒位咧帮嘛唔知，哎，啊是下早啊，差不多5点40至6点就放啦。规个拢放落去。西南气流带来大雨，台中市雾峰区红国里山区因为地势较惊，真侪道路因为土石崩塌路未通。31下晡接到龙川水保署发布土石流甲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紧急撤离山顶30户住户，住活动中心。民众讲毋捌拄到这么大的雨。没有对，因为以我这个年纪的话，我真的是还没有遇到这么夸张的。对。这第一次。以前好像都没有发生过嘛，因为这警戒值内的下雨量只要超过600，我们都要准备撤离了啦，因为怕像那个小林村的一样啊。当地里长是讲，30人当中有20人去挖亲情，10个人暂住活动中心，目前由社区提供3顿也加4顿的用具，望天气会当较早好天，警戒解除，就会当过正常生活。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屏东山区的雾台乡为对外便道登去，乡长冒险撩溪去送药互村民。另外，来义乡甲太武乡的联络道路嘛，因为土石崩去，虽然路已经畅通也毋过部分的路段嘛是继续危险这里署嘛针对屏东几个所在来发布饮水的警戒，提醒民众要爱注意积水甲土石流。大量雨水一直对山顶冲落来，暗空有的已经水糊糊，雾台乡对外便道规个拢断去，完全无法度通过。当场要去送大武村民慢性病患的处方签。雾台乡长巴正义穿着黄色的雨帽，派着包啊，就直接大水行过，看起来真正足危险。屏东山区过6天的大雨，让雾台乡的居民无法度出入，
山顶慢性病患者药仔要食了啊，便倒去转去。乡长只好搬山过岭，想尽办法行到卫生所替居民提药仔。这个举动嘛，让族人足甘心。航管被冲坏嘛，有些人是慢性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些人留在那边，那因为很多天都没有出来拿药，有20-30位呢。另外，来义乡甲太武乡之间的太义联络道路，同款受到土石崩落冻咧。至昨31已经暂时会使通过，不过有部分的路段佫互土石砍掉咧。烦恼来义居民通行的安全，水保署会同来义乡公所代表会参在地居民陪同下进行会勘。从丹纳斯台风一直到最近这个豪雨，让我们来义乡呢造成很多的灾损，特别是河川、野溪掏工好几处。我们目前已经报12项灾修工程。受到西南风持续的影响，屏东县原乡北乡镇已经连续停班停课4天啊。水利署早起发布淹水警戒，屏东高树1级警戒，内埔乡、马家乡2级警戒。水利署嘛提醒民众，较低地区含道路要注意提防积水状况。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是要求罗西亚爱伫10天内停火，无特别提出严格关税制裁等办法。也毋过罗西亚毋若无要收煞，昨个讲，前16个月已经甲乌东甲西夫亚尔退转来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伫拜三暗时开始，又搁受到透明的空袭，嘛造成10来人死亡，有上百个人受伤。空袭了，厝体严重受损，救援人员伫规堆的砖叶皮内底走找要救人。民众受到空袭的时阵，拢讲毋知影家己是安怎活落来。Я не знаю, як я просто спала. Просто і прокинулась вже на обломках внизу. 羅西亞按拜三暗開始，用超過300隻的無人機甲8粒飛彈攻擊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住地區，造成嚴重的死傷，包括幼囡仔。這屆是羅西亞入侵以來基輔第一個一次的攻擊內底囡仔受傷上多的一屆。川普批評講安尼有夠惡質。I think it's disgusting what they're doing. I think it's disgusting. This is Biden's war. It's not my war. But I said if I get in, I'll try and get the thing stopped. 就川普公布最後的通牒，要求羅西亞10天內停戰，而且會實施嚴格的關稅制裁等相關措施之下，羅西亞毋若無停戰，拜時佫宣稱講，經過18個月的戰鬥，已經解放伫拜恩特西邊的要地卡西夫阿尼。美國伫聯合國安理會表示講，羅歐一定要透過談判來達成停戰甲永久的和平。It is time to make a deal.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clear this must be done by August 8th.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ed to implement additional measures to secure peace. 另外，乌克蘭國會拜是嘛以331票贊成，0票反對，無異議通過總統澤連斯基所提出的反貪腐法修正案。澤連斯基即時簽署法案，這是自羅俄戰爭以來頭一屆喺國內幾個所在引起群眾示威了。國會針對這個法案做修訂，恢復反貪機構的獨立性。公視新聞田維林編譯。美國白宮昨宣布講，要佇白宮來打造一間650人通使用的宴會廳，9月就要動工哦。2029年川普落任進前通使用，這嘛是70多年來白宮上大規模的翻修工程，需要2億美金的費用，是由川普甲伊的支持者來負擔。The White House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and historic buildings in the world. Yet the White House is currently unable to host major functions, honoring world leaders in other countries, without having to install a large and unsightly tent approximately 100 yards away from the main building's entrance. 白宮31宣布9月份會啟動重大改造，白宮的東賓廳會新起一間大間宴會廳。解國川普登基以來，講白宮宴會廳無夠大間。有當時都愛佇南邊的草坡大布棚來招待人客，別來落雨，互穿水衫來遮參加宴會的人客是會感覺真無方便。The White House State Ballroom will be a much-needed and exquisite addition of approximately 90,000 total square feet of innately designed and carefully crafted space with a seated capacity of 650 people, which i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from the 200-person seated capacity in the Eas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這是1952年以來白宮上大規模翻修的計劃。
按算2029年川普卸任进程会完工。白宫强调讲，这是一个伟大遗产，卖予未来宴会更加体面，符合百姓期待。工程按算会开2亿美金，费用会由川普本人甲私人捐赠者的捐款来支付。No government tell us no. 川普是房地产开发商出身的，介意奢华的风格。7月份，伊已经甲长途型的办公室重新换过，嘛增加真侪金箔仔的砖塔，甲小天使等等的元素，而且嘛伫南北两边的草坡仔采大枝的枝仔，玫瑰园嘛已经拢吐白啊，当咧做改装的工程。宴会厅伫咧起的期间，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原底伫咧当厅的办公室，嘛暂时搬离开。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北地方法院今仔头一届针对罢免人事造假案开庭，提醒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黄丽锦如、书记长曹文庆甲总干事姚富文，这3人是拢认罪，请求法官同意交保。台北地方法院是裁定讲，黄丽锦如1000万交保，限制徛家出境甲出海，手机个电子卡款进行监控。曹文庆甲姚富文是200万交保。行出警备车准备出庭，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黄丽锦如牵涉罢相互的不实人士，伫726罢免案全部失败了，台北地院找伊开庭，请伊出庭审理。伫法院，伊即届是全部认罪。伊的律师阁讲，黄丽锦如对着犯罪事实甲罪名拢无证据，无申请调查证据，搁在伊已经做下身体状况歹，申请拒保定案。毋过检方主张讲，公案被告赖以任同款无承认犯罪，其他原因也搁存在。投票结果是投票结果，就案情本身该怎么裁处，符合比例原则，符合一定的一些侦办的逻辑，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尊重法律最后的裁判。我们希望黄丽锦如主委能够尽快的出来。同款方提前出庭的，也有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书记长曹文庆，甲总干事姚富文，因嘛拢全部认罪，要求停止羁押。律师嘛主张讲，这种案件依照大部分拢是处罚金，也是缓刑。而且专案人事的相关文件嘛无造成损害，建议判轻刑。黄丽锦如今天要开庭啊，这个部分的话，希望一切顺利。法院即摆开庭，并无当场做裁定。接续下晡嘛会调公案的被告，罢免5事也会调一名赖以任，甲国民党台北市第4区党部执行长陈家芬等人，调回准备庭事庭继续审理专案。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署长交接典礼今仔举行，台湾骨婚联盟是不满国健署开放加热婚哦，所以去抗议，嘛呼吁新的署长得爱撤销这项政策。也毋过国健署是强调讲，一切拢是依法审查，袂因为人事的变动来改变。泰国卫福部国健署新署长就任，国健署内底有举办交接仪式，但是国健署外口由家长、老师和拒绝婚孩团体组成台湾拒婚联盟，伫国健署头前抗议，不满前国健署署长吴兆军任内有条件通过美国、日本2间加热婚首相14项产品，未来会合法伫咧台湾就市，呼吁新就任的署长沈静芬赶紧撤销加密加热婚，卖互错误的政策延续落去。我们身为教师，第一个就想到我们的学生。我刚才在上网，我发觉到就可以在网络上是购买这些加热烟的载具。我们政府有办法去管吗？另外，拒婚团体嘛进一步诉求，针对加密加热婚的口味问题。目前政府虽然已告禁止27种口味，不过婚商伫台湾申请的口味就超过1200种。国健署干来限制27种根本就无够。民团呼吁政府应该爱马上公告，除了薰草关闭以外，全面禁止所有的加密婚品。10个里头有9个，他第一次接触就是加味烟品，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所以他要求各国政府建议各国政府要赶快立刻马上禁止加味烟品。它就是依法行政，不是依人行政。好，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哈，所有的政策是对民众有利的政策，那国民健康署都会履行这些法治的作为。对此，国健署是回应，一切拢是照合法的程序来行，并无违反相关的规定。虽然署长交接政策也是会照规定推动，未来严格审查2间加热婚的厂商，若是有违规的行为，因会马上撤销资格，保障个人的健康。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台南市风台扫过造成超过32亿8千万的农损哦，相关的设施损失嘛超过4亿9千万。
农业部是表示讲，免利息优惠贷款会当个延长一档。也毋过因为有真侪温室受到损害，对农民来讲无收入爱搁去借钱是真艰苦。有民进党的立委伊就呼吁讲，应该爱来推动实施租借的制度。但若是风台强风扫过西南沿海，省长农渔畜牧业农损达到32亿8千多万。若农作物受害，农业设施像温网式也损失惨重。面对过去投入兴建的成本还未回收，即马中建搁爱贷款，对农民来讲是上重的压力。所以民进党立委呼吁推动设施租赁制度。如果有新形态的让他从事租赁的话，他就不用去承担所谓硬体的风险、外在风险，那他就可以专心在他的种植。立委烦恼欠工也会加重中建难度，资金不足加上欠工，和中建之路恐惊会超过1年，甚至达到2年。这段期间，若是出关做沙工超过180日，关于会失去农保资格，所以呼吁农业部放量发令。绝对需要是2年的时间，那这2年的时间，你让他怎么办？这些农民怎么办？所以这个放宽农保的兼职制度势在必行。设备厂商来起新的温网式，农民加辅助金使用，临时贷款家己起，这种模式敢会当做农业信用保证基金会认为可行，也毋过农业部也爱研究。透过农渔会啦、农业金库啦、银行等等，来融资，我们评估是相当可行性。那可能所以要到年底左右，我们研议的时候才有办法。不用等那么久啦，准备你安尼不是处理代志啦。另外，保证农业部推出的温网式中建补助提悬到8成，有立委指出，有的温网式只是部分的损害，也毋过即马只补助中建，无补助修缮，造成农民规期直接产病，还佫会当用的温网式，才会当领到补助。对此，农业部回应会量早调整修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雨一直落，菜市算当是真济。以云林西螺果菜市场来看，总菜市成交量只剩560吨哦，比1礼拜前是减少100吨。也佫因为品质真歹哦，大卖价煞对1公斤45块，落到41块。落雨天了后，农民无用板糖时啊菜，毋过因为雨连续落几啊天，菜品质争差真大，造成最近价少有落。前工啊，顶工偌济，怎啊偌济？51，嘛剩42啊，昨剩42，就9块了哎。水菜有稍微低一点，但是也没有到很低啊，但是瓜果类都涨价。西螺果菜市场表示，中南部连续几啊天落大水雨，各地菜市的产区传出灾损。不过因为落雨了后，叶菜类采收的品质争差真大，经销商无啥要买，互整体菜价格有较落，目前菜价1公斤平均41块。叶菜类。把这个价钱扭落来，落足大的雨。啊，浸咧雨嘛，第一，伊叶菜类也能卡，它不会长得很挺直的，哦。啊，过来叶有当会拍破的。土淡米都无杂晒啦。所以整个会延后。对，因为一定会延后的。西螺果菜市场讲，7月31菜市到货量敢若剩560吨。比1礼拜前减100吨，其中叶菜类的价钱有落，鸡仔类也是真贵。不过最近连续落雨，菜市的含水量悬，若搁出日菜可能会搁受损，后续敢会影响菜的价格，也搁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前2天南投市伫毛利溪边仔甲混班的停车场淹水，有10多台车拢浸水哦。附近的东山路嘛淹水，南投县长柯淑华今仔早起就甲经济部水利署去会勘来讨论解决淹水的办法。南投市马路溪边的甲混班停车场，7月30早起淹水淹450公分，迄时大约有10几台车浸水。拜5早起，南投县长柯淑华到现场会勘，收集地方的意见。县长表示，希望未来会当伫遮起一个抽水站甲地洪池。我们要做固定的抽水站，然后包括呢这个滞洪池的相对的面积，以及在整个市中心在周边乡亲均公里的排水系统，我们都会把这个计划纳进去。经济部水利署副署长陈建成表示，精简计划内底，中央政府明年就会来设这项工程。不过未来若有做抽水站，就唔免搁做地洪池，做蓄水池就会使。明年以后的计划，那明年计划有下来，我们就来补助地方来做这一个的规划。
教训班停车场，唔那伫即届饮水尔，去年嘛捌因为洪台饮水，共款造成未足停伫遮车辆浸水。官府强调，教训班遮目前有一台固定式抽水机，甲2台移动式的抽水机，会放遮台面，放到后礼拜一，以防这2天西南风谷增强，落雨露出灾前，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嘉义县政府为着要协助灾民重建，县政府设置洪台捐款的专户，已经收到500笔以上的捐款哦，计共大约是3200万。7月初，伫嘉义县布袋电路的丹那市洪台，那造成停电停水，对真侪乡镇的产业甲建筑带来严重的损害。7月2日大雨，阁是互真侪所在来饮水，为着要减轻灾民的负担，嘉义县政府专工开设洪台捐款的专户，要来协助灾民的重建。累计到现在，感谢有500多位的一个善心人士，那捐款是3200万左右哈，但是还期待各界的一个协助。那我们在昨天有召开了委员会哈，那审议了相关的一个用途。嘉义县成立天然灾害捐款专户管理甲监督委员会伫会议中决议，为了增加民众车辆帮厝损害的补助，中介收入后，阁有帮厝损害的慰问金。另外，处理饮水土石流的部分，嘛会当提出申请，拢会当向当地的乡镇市公所来了解。那善款的一个补助申请的话，都是到各乡镇公所。那相关的一个补助项目跟补助规定的话，那我们都用一站式的方式哈，公告在县府的网站哈。那也可以到各乡镇公所到的公所去申请相关的补助。丹那市洪台捐款的户名是嘉义县社会局天然灾害救济专户。捐款的户头甲捐款的方式，嘛有公布伫县政府甲社会局的网站顶面。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希望透过各界的善心，协助嘉义的灾民渡过难关。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台东县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嘛受到天气的影响，7月初5起过到今，原本的活动有12天拢取消。业者是讲今年应该减少3成营收，所以嘛建议县政府甲嘉年华会延长1礼拜才结束。台东县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7月初5开幕了后，安排5场夜间光雕秀，结果取消3场，昨真不简单要举办第2场，搁落去落雨，无热气球也看袂到无人机表演，现场来了6000多名游客，即当伫雨中欣赏歌舞表演。官府表示，今年虽然有哆啦 A 梦的名称热气球，也毋过连续风台甲西南气流带来的大雨甲雷公死呐，伫安全的考量之下，热气球有12支无法度顺利点球，取消表演。难得的回忆，头发都乱。我们总共取消了17个场次，共影响了12天。那所有的活动呢，我们许多的热气球光雕活动都改到了今年下半，就是8月份开始继续举办。台东县规年透天的观光，都靠热气球带来人潮，也毋过雨一直落，若是看袂到热气球，连带各地景点人潮也降，游客拢取消行程，可能是热气球活动开办以来上惨淡的一年。旅行社业者略算，今年许多的营业额可能会比往年落3成左右。就像7月6号，我们一天就取消8个团体，那后面的部分里面来讲，这持续的部分都在取消。即卖已经进入8月的休热尾啊，热气球嘉年华会也只举办到8月底。旅行社业者建议县政府会当搁互活动延1礼拜，减少损失。官府表示，因为甲哆啦 A 梦厂商已经订好顶演时定合约，官府会搁甲业者协商，敢会当搁延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有渔民向县政府检举讲，渔港内有民众在钓鱼，造成环境垃圾，钓鱼线搁乌白蛋，嘛影响到渔船甲航道哦。花莲县政府宣布讲，后礼拜开始，违法伫渔港内钓鱼，上济会罚15万。也毋过有民众就真不满讲，县政府伫4天前有讲会来规划钓鱼区哦，也毋过到今搁无影无食。一支雨伞，一只鱼啊，心情轻松，伫花莲渔港内底钓鱼。看到县政府新采的禁止钓鱼告示牌，上悬罚15万，心内真不满。钓个鱼而已，开个罚单比我家那些还严重。钓鱼不是做奸犯可以？当初有下公文说，你渔港里面要规划一个地方给人家钓鱼，
那4年了，你到现在都还没规划，是不是你县政府渎职？花莲区议会讲，原本港内都无开放钓鱼，嘛真少咧处理。不过最近就真侪渔民检举，伫航线边钓鱼严重影响渔船的出入，另外粪扫嘛无提走，渔民嘛是头壳摸得烧。我们所看到的垃圾，还有一个就是在这边，大小便渔船出去的时候啊，他们也不收干，也有搅到这个鱼线。大概1年的发生频率大概多少？应该有5、6次吧。钓鱼人批评县政府无要求中央的渔港法第18条规定，主管机关伫无妨害港区作业安全甲无造成港区污染的状况下，爱指定区域订定相关措施，公告开放钓鱼，要求县政府爱开放适当的地点。东堤那边是有开放6日进行一个可以钓鱼的一个时段，那这部分是港公司做辖管。那目前根据了解，应该是因为载负工程的一个整修作业，所以有一个禁止开放的一个状况。县政府讲，后礼拜开始会成立稽查小组去处理，若是钓鱼人拢口劝袂听，会照渔港法21条罚新台币3万块以上15万以下。钓鱼人是讲无法度接受，死到无排除会发动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今年核准2款失智症的新药啊，头一款申请健保给付的心地乐，专家会议是认为长期的效果证据阁无够，所以是无建议纳入健保。另外一款乐医保打送出申请，健保敢会给付咧？明年的头一季就有结果。对音乐咧叮当，去治疗中心上课的一伙人拍拼对节奏咧行，其中嘛有得到阿兹海默症的时代。家属除了家己送来遮有团体生活，互退化较慢，嘛关注失智症新药的资讯。这个药还在实验阶段，那不知道说实验阶段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如果是有效果的话，当然会想要去尝试看看。卫福部今年核准针对早期阿兹海默症创新的药啊，乐医保甲心地乐，拢是透过轻度脑内底的类淀粉2倍，互神经退化较慢的。各大病院为6月底开始会当自费来做，不过因为这药啊真贵，外界关注敢会纳入健保。健保署长赵宗良31备询的时阵证实，专家会议就心地乐来讨论，因为虽然临床试验有效果，不过欠缺长期效益的数字，计效嘛真悬，所以无建议纳入健保。如果说有新的资料跟新的证据，能够让我们在评估上有一些调整，我们会再评估。新的药啊，敢有机会纳入健保？失智症协会嘛密切关注。协会指出，确实有真侪民众探问，不过限制条件真侪，真正进入评估的无侪。目前像是我们知道以日本为例，政府其实是对相关药物有提供补助。对于家庭而言，虽然药物的可进性也包含经济是非常重要，那但是就是我觉得家庭需要更完整的一个相关资讯来去做整体的评比。新的适当的药啊，确实适合治疗加一个选择。不过，这种药的目的，同款是减慢病情，不是长根。关键要是要回归患者日常的生活，甲对照顾者的协助甲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统计台湾有将近16万只流浪猫仔甲流浪狗仔。动物团体甲野生动物保护团体是举办巡回展览，要互民众来了解流浪动物的问题，嘛鼓励民众用领养来代替买卖。影片当中，通看到流浪狗准备攻击按公鸟。台湾流浪猫狗的问题，常常致使野生动物受到严重的伤害。为着要让民众了解野生动物保育甲流浪猫狗的冲突，动保团体邀请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希望让民众知影，其实领养流浪猫狗，也通让台湾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变较好。对于一般民众，其实是分不清楚动物保护跟野生动物保育，可能也没有想过，原来动物还有分原生种动物、外来种动物，需要不同的照顾跟对待方式。善良必须要搭配知识，这样我们对于动物才能够真正的去发挥很好的帮助。动保团体指出，侪民众凊彩放杀狗仔、猫仔，互因伫野外乌白走，若对台湾原生野生动物造成威胁，也对原生物种造成严重的影响。希望用实际的行动，让大众关心生态议题。尤其是犬猫这一类的动物，到山林里面去之后，其实它们的生态习性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些互动，可能会产生蛮大的一个干扰。那因此呢，我们极力的希望我们的民众在犬只的这个部分能够做好相对的一个管理。那
流浪犬猫呢，除了攻击以外，其实有另外一个现象，我们可能也要注意。台湾一直都是狂犬病的这个疫区之一，那流浪犬猫跟野生动物之间疾病的互相传染，其实也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巡回展览自8月初1开始，伫咧主妇联名新德站展出，一直到8月底为止，希望让民众知影流浪动物的问题，那是动物福利的议题，佮开始生态保育的关键。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迄落关怀文教基金会伫中华台语文园区办台语童军营的活动，要来培养学生自野外求生的能力。安怎找方位，着想要安怎处理，全部拢用台语来做训练。囡仔人认真咧拍夹，有人是咧学安怎打天道，嘛有人咧做古早时代的弹石仔机。关怀文教基金会伫休来时举办台语童军营活动，教学生基本的野外求生能力。阮即马做迄是罗马炮，这是以前罗马迄边的人迄工程的那个一个武器。若是阮伫外口就是可能无早物件去看附近有啥物会使用到的物件，咱就会使用你伫这童军学到的知识，伫野外拄到问题就会使解决安尼。关怀基金会表示，111学年度开始，本土语言纳入中小学的必修课。因过去办野队拢是受国校以下学生，今年特别设计台语童军课，开放中学的学生参加，希望为学校延续到生活当中，营造学生多元的台语学习环境，嘛会当来探讨无共领域的台语讲法。即马学校嘛已经开始伫中学，原来有要求啊，所以接续，阮希望佫可以会当伫实际的即个运作的中间来用安尼，我感觉这是阮真期待。这个是一个童军的营队，不过因为之前较无这种童军的主题，使就是互人讨论，会当加办一寡主题营队，就会使有佫较一个讨论嘛，会使互大家的思虑佫较完整安尼。这届童军营安排3天的活动，有学拍夹、安怎伫户外找方位，佮有处理空隙等等。基金会表示，透过活动要互少年辈学到野外生存的基本知识，嘛实现用台语来学万项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